常的心，從沒顛簸脈項，無需高低起跌升降，每項平常事平凡又如何？結果亦是得一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啟章。平常心開始咗啦。喺唔同嘅社區呢，有唔同嘅生活模式。喺我居住嘅地方，即係香港啦吓，係一個地少人多、非常擠迫、非常繁忙嘅都市。咁由於呢個原因呢，我哋每一日呢，可能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呢，要排好多嘅隊。排隊成為咗我哋都市一種嘅生活習慣。當然啦，唔係叫你打尖，但係有時呢，排隊真係令人哋覺得呢幾煩厭。尤其是你好心急，好快啲想做完呢一件事，又或者好趕時間要去下一個地點，但係呢條龍呢，排極都唔喐，辦事嘅人好似好慢咁樣。今日故事就係講到有一日喺有一個郵局嗰度，好多人排隊寄信，排啊排，越排就越唔開心，越排就越冇耐性。有一個人大聲話：搞咩啊？做嘢做咁慢點得噶？一個人開始鬧，第二個開始鬧，第三個又話係啦咁樣。嗰個怨氣咧一路散播開去，後邊有一個中年女人大聲咁，好大聲鬧：你哋係咪瞓晒覺啊？我係等咗好耐啦，咁焗咁窄呢度，我又趕時間，焗死我啦！我唔開心啊！你想點啊？鬧！忽然之間呢，前面排第三嘅有一個男人好斯文嘅，擰轉頭話：女士，我唔趕嘅，不如咁啦，我同你交換位置好唔好？哇！都市裏邊突然之間出現咗個咁嘅紳士，大家淨係靜咗。當然有啲人靜呢，係覺得咁好人嘅；有啲人靜呢，就覺得原來人哋咁好禮貌，我頭先咁大聲鬧，係咪唔係幾好呢？仲有啲人靜呢，係諗下點解世界上仲有咁好嘅人嘅？嗰個女人聽佢咁講，都唔敢相信。乜原來都市裏邊仲有咁有禮貌嘅人嘅咩？嗰個人排到第三個咯，就到佢咯，自己呢排到成7、8，咁即係中間呢可以慳咗好多時間。但係如果同佢換位，又好似唔係幾好嗬，好似好衰咁樣。跟住佢尷尬介紹下就話：都唔使噶啦，係 OK 啦，我再等多一陣啦吓。嗱，咁禮讓之後呢，大家又好似靜翻。我想講乜嘢呢？都市裏邊好多時有啲嘅怨氣，好似啲傳染病咁，你俾啲我又俾啲佢，咁成個都市裏邊呢，充滿啲好唔開心嘅氣氛。反而當有一個人帶頭發放啲正能量，做啲禮讓嘅事，你先啦，或者你要啦咁樣樣，大家反而呢會禮貌上嚟，跟住啲正能量一積聚起上嚟呢，大家都會開心翻。你可唔可以帶頭發放一啲正能量，等呢個社會覺得更加開心？平常心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誰願記滄桑，匆匆往事，誰人是對是錯，從沒有解釋，為了生